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啥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台铁朋友马并车事故，台铁的这司机员邮政中法院依照这过失致死罪，甲伊判刑4年半。家属甲工会认为台铁无进步，找员工做替死鬼。新北的双溪虎豹潭山里做大水，甲6个人冲走，经过搜救站有找到4位死者，2个当伫搜救当中。国内疫情等咧稳定，交通部宣布大众运输开放正式，高铁也恢复自由座啊。讲到台铁普悠玛并车事故，造成真侪人死亡。台铁司机员尤振中等3人经过2年外审理，依然地方法院依照过失致死罪，一审判尤振中要关4年半。另外2名台铁主管认定讲因无因果关系，判因无罪。不过有一寡罹难者的家属甲台铁产业关会说认为讲，台铁永远拢无伫咧进步，若准出代志，就找前线人员来做替死鬼。想起失去的亲人，心内是真艰苦，目屎忍袂了流落来。你好好的，人就走了。你有梦到阿姨吗？后来有，就是穿得很漂亮，然后就跟我打招呼。摕出手写的卡片，内底拢是思念。台铁普悠玛河并车事故3周年进程，也是破关这一天。有罹难者家属一家火仔炸线火炸物件，重回事发所在来悼念。我们判决的结果怎么样收身的，对我们家人来讲已经不重要了。不想去责难人，也不想去批评任何单位。人在做，天在看。台铁普悠玛号列车2018年10月经过宜兰新马车站并且造成重大伤亡，关键人物台铁司机员尤振中等3个人被以过失致死罪起诉，案件经过2年外审理，宜兰地院18判决出来。有些司机是因为擅自不依规定然后擅自关制这个 ATP 导致的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不只怪 ATP 合议庭也指出，尤振中以时速140公里超速力驶致死列车并且一个后人缓刑，拢无后悔，判处4年6个月刑期。代替2名主管，经济部处副处长刘灿宏，加综合调度所所长吴荣钦，因为制作上文件漏到无将 ATP 管段监视系统列入检查测试项目者原因，认定无相关因果关系，判无罪。不过有部分罹难者家属甲代替产业工会批评，台铁永远无改善，出代志全部塞给第一线人员。因为台铁的惯例都是这样子嘛，出了事情嘛就司机扛嘛，那高层是全部都没事啊，也无罪的嘛。今天的判决结果会让第一线的员工感觉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好像都是出事的第一线基层要负责，那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办法获得解决，弱势的员工会更没有保障。台铁产业工会表示，事故发生了后，尤其是台铁不应该下责，结构性问题不应塞给第一线的人讲，爱查明真相，落实解决。我们尊重司法的判决，也尊重我们司机人可以提上诉的机会。台铁说明尊重司法判决，也强调已经修订管理办法，强化司机员考核机制等，也经改善风险路段，强化铁记录结构，全面推动安全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的双溪虎豹潭，一个山里做大水，甲6个人冲走。经过搜救站有找到4个死者，另外2个当咧找找当中。也因为死者当中有国小的囡仔，学校也甲共班的学生进行安大辅导。咱的搜救人员把握相对较好的天气，加强搜救。一直到指挥中心关心的新北市长侯友宜真济摆勉励大家把握黄金72点钟找到生还者，佮去发现失踪者绿河桥这个所在，看搜救情形。搜救人员早起找到粉红色雨伞甲一只囡仔鞋，经过家属确认了后，是姓刘失踪女童的物件，经小道加强伫附近找找。这个都是我们孩子们的东西，所以显见在下游变成我们在搜索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最主要是水位下降，能见度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我们不断调整，也要增加更多人力物力进来。虎豹潭大水冲走6人，经小全力搜救之下，已经找到4个死者，也有姓刘女童加姓陈的少女失踪。
17第3个找到的遗体11岁姓刘的查甫囡仔，就是目前疑原失踪的姓刘女童的兄哥。兄妹2个人读同一间国小，校园气氛哀伤。校长透过视讯来接气，也对全校启动安心讲话，安达苏醒情绪。那对于罹难同学的班级，我们也都有个别的入班，然后进行安心的谈话，然后安抚学生的情绪。如果有学生有一些状况反应，例如说他可能会做噩梦，然后或者是会担心，或者是过度恐惧，然后的话，那都可以来寻求辅导室的相关协助。因专案造成4人死亡，检警除了17暗时完成司法相验，高中之一带队的姓苏的老师检方复讯了后，依照过失致死罪作出处分。检察官认为有犯罪嫌疑之后，但无羁押的原因跟必要，所以我们交保20万，并限制出局。另外2名股东的部分，昨日也已经密瑞芳分局已经制作完笔录。那检察官如果认为有必要，也会请他们到地检署做说明。检方指出，2个股东经过警方审问了后，请回会找时间搁传唤，也调阅相关活动资料，方便后续刑案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双溪虎霸潭造成大水，甲6个人冲走，其中上界危险的就是网络顶头大家伫咧流传的秘密景点罗坝。这个水坝，就学者讲，这是用来挡水崩山石头的，毋是互民众爬起哩行大。4老死者家属到案发的虎霸潭罗仔坝边隐魂，17起检方以20万交保线索的老师完后到场，现场气氛悲伤。案发当时，体验营人员可能行的罗仔坝是断命的关键之一。要把一些比较大的泥土或是石头呢沉淀在上游，不要把它下游遗弃。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让你当桥的一个目的啦。学者指出，罗仔坝分跨伫溪中，哪亲像罗仔共款，目的是为了哪查沙石，避免土石流灾害，毋是互民众通行使用。因为虎霸潭当地居民知影水性，罗仔坝平常时会当做对外通路，若是落雨就会避免通行，所以建议相关单位最好通过。安全告示的部分我们会跟新北市政府在做协商，看怎么加强。区公所他们在停车场那边其实已经有一个告示了，就是危害告知的部分。只要有阴雨绵绵或是下游情形的时候，请务必要离开水边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说上游我们的集水区下雨是不是下得很大，是不是会有很大的洪水即将要到达。虽然虎霸潭的罗仔坝可能是断命因素之一，不过山区天气变化大，警消特别加强。叫大家莫伫乌阴落雨天伫溪仔边耍水的宣传，都是希望悲剧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盐埕区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到达已经过5天了，外界捐款也已经有8800万左右。这场火灾的受灾户真侪拢是弱势或者是老大人。目前高雄的租金工会要去做统计，计共有170间社会主体加饭店的旅馆会当提供予这寡受灾户使用。300多个雅房，面床、沙厨拢总有。高雄一个热心的里长提供3间雅房，要互城中社受灾户免费住1年，希望有更较侪善心人士来响应。连500块的管理费都付不起了，你说日后的问题，他会不会继续再衍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去外面承租，他到底能不能租到一间几千块的房子？那既然我们这个地方闲置空间，就想说是不是把它腾出来？因为城中社住户大部分是弱势，或者是老大人，亲像住伫高楼8岁生长的女童甲妈妈，虽然都过一劫，不过唔知要住倒。虽然还无出院，学校教同有家长发挥爱心，到3共找厝。高雄租厝工会也接到中央指示，找出80间社会主体甲90间旅馆型房间，互灾民住。符合社会住宅第2类身份资格的民众，那补助它会以租金乘以44.5%，也就是说1个月大概会有3000块左右的一个租金补贴。亲像安尼，旅馆型2人房间，业者主动降一半价少，要减轻负担。社会局也有租厝补贴，外界也照爱心起火火灾关钱专户，在后第5天收到8800万。社会局表示，善款会用伫灾民慰问、医疗甲中长期安置这方面。紧急跟短期的安置旅馆的一些费用，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对于这个有实际居住在城中城大楼的
这个住民呢，那也会给依亲或租金的补助，半年9万块，那也会是从这善款这边来做指引。城中城大楼虽然被判定结果无直接性危险，暗过要补强，住户恐惊无法度负担。该起或者是途径也因为产权复杂，真歹做。都议员建议应会合综合团体来买去宗教设施，应安达人心。要如何处理，会是市府后续上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也引起众人关心到危险旧建筑的公共安全问题。内政部目前打算要修法强制规定，讲这旧的综合性大楼就要一定成立管委会。不过内政部长徐国勇认为，讲成立这个管理委员会不是仙丹妙药，上界重要是有法源依据，会当强制来介入。高雄城中城大火烧出老旧建筑物公共安全的问题。10月早起，前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专题报告的内政部长徐国勇指出，将要求地方政府1个月内计算老旧建筑物全数立管，3个月完成老旧复合用途建筑物公安甲消防全面稽查。不过，立委更加关心的是老旧建筑物敢有成立管委会问题。那6都里面报备率最高的呢是69.11%，是在哪里呢？是在台南市。好，那报备率最低呢，就是台北市。台北市的这个老旧建筑物，屋龄30年以上的有70%以上，可是目前它的报备率是最低的，就37.5%。没有人要再拿钱出来了，因为你管委会成立之后，你所有的很多的事情，你就要花很多钱啦，会变成这样。而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考量。你不能说只有从法令上我强制的要求。为了防止城中城悲剧的发生，内政部建议修正公务大楼管理条例，要强制规定老旧复合用途大楼成立管委会，再引起外界质疑，成立管委会敢就是万灵丹。管理委员会成立当然不是万灵丹，但是它至少是我们在消防、公安、公共区域的安全等等，让它产生强制力的第一步。我举个例子。有人不交管理费，如果你有管理委员会成立的话，你就可以请求法院来强制执行。依照建筑物公共安全法，大楼应该每3年检查一摆，城中城管委应该伫今年10月安检。不过因为大楼内的设置错乱，无法度禁止安检无落实，防这个也是造成这场悲剧的主因之一。只要各个大楼你把栅栏围起来，然后要检查的这个执行公员进不去。不只是这个进不去，然后以后你市政府只要贴个公告就算完成。包文，这就是外界以后都这样做就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次发现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缺失和漏洞。内政部处长花敬军解释，像停业的商业楼层无法度进行相关检查等，伫城中城发现的明显空棚甲欠点，其实伫别个县市也拢有类似问题。这点部分需要依照法令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病例，也无死亡个案，甚至也无带病入境。国内疫情渐渐稳定了后，交通部也宣布，对10月19开始，大众运输会当放入假释，高铁部分也恢复自由座。另外，第12轮注意风车今仔日开始注入，不过早起10点登记 BNT 疫苗的时阵，伫台北的部分就出现网络卡掉的问题。明仔载还有 AZ 疫苗甲莫德纳疫苗要登记。指挥中心表示，会协助注射站处理这个问题。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爆发了后，头一遍3零好消息，10月礼拜一本土零确诊、零死亡，也零境外移入。这原来是193天后，国内疫情再一次看到3零。4月8号以来，我们再度睽违193天之后，那我们的本土、境外移入死亡病例都是0例的。那我们当然。觉得很高兴，也需要大家继续来努力。因为考量到国内疫情转好，交通部也宣布为19礼拜日开始，放宽大众运输场站会当饮食，亲像客运转运站开放饮食，海空运场站部分，国内场站会当开放饮食，国际场站出境会当开放饮食，入境的旅客爱维持严格分流管制，也袂使伫场站内饮食。另外，台湾高铁也为11月7日开始开放自由座，并调整回疫情前每礼拜1016班。配套的方式包括着自由座有30车厢，通勤尖峰时段会提供4至8个自由座车厢，会看实际需求临时增加班次。若是伤过客，就会适时疏散，也是进行必要的调整。你如果要出境，从这个大厅一直走到这个管制区内，
你可以饮食，然后相关的餐饮业也开放。另外，伫疫苗注射的部分，新增加8件注射疫苗了后死亡通报事件，其中 AZ 有2件，莫德纳5件，高端有1件。死亡原因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也有待查清楚。10月15号到17号。有新增2例 AZ 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那年龄是54岁到79岁之间。那另外也新增了5例莫德纳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另外也新增1例高端疫苗接种后呢发生的死亡不良事件。也互人讲是历史上上复杂的第12期疫苗医药注射，由30岁以上医药 BNT 第1期大升上场，无想到18早起10点，才拄开放系统就闭啊，传出双北已经满额。就这个代志，指挥中心讲，台北市会阁加开5个注射站，阁增加4.5万剂 BNT 的医药量。BNT 已经有86万人完成医药，19礼拜2早起会阁开放 AZ 第2期医药，下晡则是莫德纳第2。也是会分流，希望会当减少伤侪人同时上线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北市有一位王小姐，伊伫咧坐电梯时阵，发现讲伊的厝边，也就是大港栋大楼的陈小姐，伊拢无挂水暗，就甲伊苦劝。想袂到这位陈小姐竟然甲人拍，甚至要举刀啊要挖王小姐的目睭，造成王小姐是规身躯伤。市政府经过调查了后，才发现讲陈小姐有精神状态有问题，而且是精神状态关怀对象。今早起由警方甲卫生局人员甲强制送病院治疗。这名姓陈的女士，互警方铐上手铐，因为用米钢刀伤害厝边10月15台北市中山区一栋大楼，这名女士伫电梯内，因为不管无挂嘴暗，互公社区的姓王女士提醒，到1楼竟然拍对方摕米钢刀乱扑，甚至要挖对方目睭，好甲在乎民众协助压制，佮报警。不过已经造成受害者几个所在受伤。检察官审问了后，以伤害罪下令1万高保，不过因为总袂出钱，后来降为2000高保。因为这是国家规定的，如果说我真的有错，也不应该拿刀要来置我于死地的教训。地检署让人交保出来之后，加害人住在被害人的楼下，那被害人如何自保？警方通报台北市政府了后，发现咸环市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精神状态关怀对象，18早起以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将医送往三军总病院北投分院强制就医。我们也启动我们一个紧急的这个就医的机制，在警察跟这个卫生局的这个健康中心的护士的合作之下，一起把他送医。检方会到夜车台北市中山分局协助，将受害人甲现场看到的大楼管理员载往台北地检署协助了解案情。记者综合报道。空军总队有一只海底直升机早起进行年度训练考核，要登上山机场的时阵，却因为人员操作出问题，害直升机去切到北道边。上间机场搁再因为这个事故暂停起降15分钟。目前这个案件民航局要通报运安会，正在进行调查当中。内政部空勤总队海底直升机编号 NA102早起进行年度训练考核，完成考核会场伫上山机场跑道降落的时阵，因为人员操作起落架无细致，造成机场落地顶歹去。空勤总队证实，直升机降落的时阵机腹切到涂骹，详细情形还搁咧了解。他在操作起落架的时候，就造成那个我们的飞机的机腹底下有那个探照灯变成有擦撞。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产生擦撞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还在调查当中。因为机场设备受损，上山机场要关15分，不过再无影响到民航机起降。民航局也是伫第一时间通报运安会，会同空勤总部人员前往现场调查。运安会初步判断，因为这款直升机降落时阵有触巧装置，机把应该袂直接切到涂骹，目前也有可能是气候因素造成的。损坏的程度，从跑道上。那个落地灯也不是太严重的情况下，所以判断大概还不至于需要立案调查，但是我们还是等我们人员回来，所有的资料到齐，我们会做一个认定的会议。
运安会表示，会会同空勤总队来检视是毋是有系统性问题。其实去年4月，空勤总队一台海底直升机伫小港机场训练的时阵，也捌发生意外。当时伫低空加速的状况，向正边偏线失去控制，并伫跑道，航机受损。事后运安会事故调查报告指出，事故原因是正驾驶对完整操作程序认知不足。运安会也坦白讲，空勤总队一直欠缺上台监理单位，所以会持续甲内政部提出建议，要建立完整的安全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995年成立的部国辅导局长，因伫咧新北市永和有设一个行政办公室，想袂到伫14暗时煞来发生火灾，有真侪珍贵资料拢去互火烧了，影响到未来演出。目前初步估计大约是了500万左右。屋顶烧出来1个洞、2个洞、3个洞。算天棚烧甲一空一空，无辜舞蹈局长团长陈念洲语气充满无奈。转来到现场，看到笼罩烧甲臭焦，心情是心痛2字会当形容。暂时因为电线烧拍电，火伫办公室规个烧炭，通报消防车来抢救，结果一寡个家资料，毋是烧去，就是浸水，这拢是数位时代无法度代替真珍贵的资产。十分伤神的是电脑的资料啦，还有多年来存下来的这些文字、图像啊，那还有老师很心痛的他的手稿啊等等的啊。其实无垢在探讨的是一个手工的一个精致的表演艺术，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文本啊。那以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都以为是可以数位化，但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替代的。算是不幸当中的幸运，是拜年场地甲道具仓库毋是伫遮，也无人员伤亡。上界重要就是行政基地因为烧气，严重影响到后续的演出，也有联络工作，需要找办公室。文化部长李永德也伫18下晡8点来关心。这么好的团队，现在目前碰到困难哈，文化部当然一定责无旁贷，全力来协助重建。邱泽里面主要是在讲那个摆渡人，以真特别的身体美学，迎合民间祭典，带观众进入四季流转。这是巡回全球20年的作品《花心节》，也是无辜舞蹈剧团的代表作。在疫情的影响下，舞团拍拼维持运作，为以后的演出来做准备。咱想袂到舞前的大火，互舞团的营运会当讲无米减2月，都毋忙赶紧重建，互成立26年的团队会当阁延续。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威廉王子有设一个为地球奋斗奖项，第一届颁奖典礼也伫17举行啊。这届得奖的有发明太阳能运3车的印度少女，也有修复自然生态国家，因拢会当摕到奖金100万的英镑。英国威廉王子创设的为地球奋斗奖，拢总有5个类别，分别是保护甲重建自然、洁净空气、互海洋复活、建立一个无废弃物的世界，甲解决气候问题。保护甲重建自然奖颁予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古国境内的森林北方扑了，当局就推动付费予民众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计划，即马树海数量成长1倍。总统阿尔瓦纳多表示，会将100万英镑奖金用伫保护海洋资源的工作。Y con los fondos que vendrán de este premio, lo que iremos es a llevar a estas políticas de protección y conservación al océano. Hemos sido exitosos en revertir la deforestación en tierra y ahora necesitamos proteger nuestros océanos como una forma para luchar contra el cambio climático, que es la forma de cuidar a nuestra próxima generación, es decir。意大利米兰的休息中心，巴哈马的双乌铁大计划，泰国德国、意大利联合团队的 AEM 电解组，甲发明将农作废弃物转化做肥料的印度企业拢有合作。And I hope that our Earthshock winners have shown you that there is no place for despair. You should feel inspired to act and to demand that the solutions you've seen tonight get all the support they need. 为地球奋斗奖未来10年每1年将举办1摆，头一届颁奖典礼设伫伦敦的亚历山德拉宫，为了以具体行动体现环保，无邀请海外嘉宾，升起飞行造成的碳排放量。舞台完全无使用塑胶材料，要求出席来宾服装需要环保，开拓王妃古衫新穿，女明星阿玛华特森是穿由慈善团体乐施会展览无共二手衫重组而成的洋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讲到这个救五汽油已经起8角来到31块啊，外界也烦恼讲这汽油若起价会影响到物件价格，也对得起。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主要原因是国际3厂能源这汽油才会起价。就立委建议讲，汽油应该爱亲像电钱同款，设一个平稳基金来应对才是。全球的燃料需求加真济，最近天然气、燃煤的价格对咧大起，安尼嘛国际油价嘛起起来。中油的汽油甲柴油各起8角甲9角，95无烟汽油一公升来到31块，这是这3年来上介悬的。外界咧烦恼讲，油价已经连续起3遍，安尼恐惊会带动物价嘛对咧起。是我们一直有一个亚邻最低价，我们也有这个油价稳定的机制，那由政府来跟消费者一起来吸收上涨的这个机制。要来到达冬天都要到啊！世界各国拢咧抢这个相关的能源燃料。中油嘛强调讲，国内库存量已经是有够个。库存是多少？后续供应有没有问题？中油公司的库存都比这个多。以汽油来讲，其实是大概有超过100天。不是个有立委烦恼讲，天然气一直起，不过中油为着要配合政府来稳定物价，成本是真恶咧涨势。估计讲，今年天然气部门有可能就会来出现真大的谈退额有可能超过400亿。是不是继续动涨？我整个审议委员会他也会看整个情势哈，包括成本，包括客观的环境。有立委建议讲，为着避免国际油价的升涨，有可能会比较电价，嘛来建立油价的平稳基金来做处理。是不是油价也可以设置一个平稳基金？现在油价已经是每个星期在看了哈。那你如果像台电这样半年才看一次，那这2个机制要怎么样去砍败，会是一个我们再思考看看好不好？另外，真爱做大公投。12月18就要开始来公投，立委有咧问讲，假使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若是讲受到影响，安尼是毋是有备案咧？王美花回应讲，用电会出现欠缺，要若讲备案，伊是无讲到。记者综合报道。亲像公车拖拉机要转弯世界的时阵，常常看袂到后壁链，所以发生较着人意外。目前受强这大型车就要去装防止假日器的装置。不过，就立委认为讲，爱比较后面安装 ADAS 辅助赛车预警系统，防止车身走向预防性打动，减少大型车的事故。无装防卷入装伫大货车车身去互轿车正面弄着，规台轿车毋若讲卷入大货车的车骹，前座驾驶的 A 条 B 条全部去互车斗卸掉，甚至缀着后座，看起来真惊。其实袂少货车司机拢会自动加装防卷入装置，一旦若是拄着车身弄着，会当将伤害降到最低。发生碰撞的时候，人才不会往里面卷进去。我前后都有加装这样，这虽然是小钱啦，可是加进去就是大家安全，大家安全。交通部规定，大型车109年开始，拢爱强制加装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若做无装设，验车上当会当吊牌照。立委坦白讲，行车视野辅助也是有看袂到的所在，所以要求将防卷入装置也纳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桃园有一位90岁的老翁，他也因为牵脚踏车经过马路的时候，而遭受到大货车的碾毙。所以防卷入装置真的有这样子设置的一个必要。其实部分日本抢牌大货车今年出厂的新车，拢有行车视野辅助器。车头车尾也甲两边的麦克尼啊，拢总4个摄像头，会当降低行车视野看袂到的风险。甚至有一寡车型，阁有车道偏移、风对龙的预警系统。我们车上也配备 ADAS 先进辅助驾驶系统，会让我们的车主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偏移的车道，或者是做预警器的刹车，来保障我们车主的安全。我们行车视野辅助啊，我们还有我们的行车记录器，我们会整合起来，就8个系统，8合1的系统，会整合成一个新的系统。不过也是有一寡司机反映，大货车 ADAS 系统敢会发出声来预警，并无辅助快动的功能。要求交通部应该规划更较有效的行车安全辅助系统。交通部表示，目前当咧参考国外的法规，研究大车的行车安全装置，拍拼导入更较先进的系统。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市长林志坚提出新竹县市合并升格了后，基隆市长林佑昌也提出800支合并的2种方案，一个是甲基隆加新北市的东北角合作一个新的城市，另外一个是含汐止也个台北市合作一个大台北市。针对着这个议题，双方两位市长也拢发表因的意见。大都改制超过10年，基隆市长林佑昌提出800支合并的2个方案。方案之一，整合基隆甲新北市东北角、石门、金山、万里、瑞丰、平溪、双溪甲港仔寮7个行政区，升格成立大基隆市，或者是北海市，不只是共同生活圈，个人和新北市成做基隆的2个市，笃定发展成做50万人口的都市。方案之是基隆甲台北之间的新北市汐止区，共同合并成立大台北市，和台北市成做一个310万人口的都市，有港口，各面临海洋的首都。全国现在行政区划最不合理的其实是北北基，因为台北发展受制，如果基隆市能够跟这个北海岸的这些区能够有合理的一个整并的话，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城市。不管是大基隆市、北海市，也是大台北市、新北市，拢面临被切割的命运。不是单一人或是谁来说了算了，他必须要考量整体的国家的发展的策略。不是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林佑昌也向台北市长官提话声，确实有意愿合并了的大台北市延个出来选。那千万不要说因为选举到了，你知道哈，要搞什么县市合并啊、升格，你知道哈，在这个已经不太健康的这种6都的架构上，还在加什么第7都，我想这个不可取。林佑昌阁主张县市平权、3都地界法、直辖市人口限制，和中央主导基隆市、新竹市甲嘉义市3个省合市先行行政区域整并升格，解决动性了后留落来历史问题。最重要还是怎么样子中央地方合作建设地方。我们知道有很多地方其实就是因为经费困难。大都改制以来，关系地方财政分配、财政收支维分法已经20多年无修正，边政府加马政府近来拢捌提出修正草案，不过因为各县市意见无同，直至法院冲关失败，蔡政府上任了后，捌宣示启动再违法修法，最后也是真歹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位28岁台湾爬山的查某选手曾建义，在当地时间16成功爬上海拔8586公尺悬，也是世界第3悬的关山干城张家。这也是咱爬上这粒山头的头一位台湾人。摕台湾国旗徛伫海拔8586公尺世界第3高峰干城张家山顶翕相纪念。伊是今年28岁台湾女爬山选手曾建义，伫当地时间16成功爬起来，也是2004年以来再一次有登山队伫秋季成功爬起来。伊原来是队上唯一的一个女性。曾建义已经伫半年来陆续爬4座8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先伫今年5月成功爬起来圣母峰，续来阁爬世界第4高峰，也是有8516公尺的鹿珠峰。伊伫徛上第7高峰杜拉吉里峰的时阵，也阁伫面册放影片，甲大家分享这个欢喜。昨天跟今天的好天气就，好顺利的领，好想哭。水上超过8000公尺的关山，会当讲是规年即势。山岳协会就讲，对比国内的关山，也是登山选手要挑战，除了超强的意志，团队合作也相当重要。因为这个艰难的任务，不是一个人就当达成。这种高海拔的话，它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这个雪崩，这是在整个世界级的顶尖好手都无法避免的。所以说，这种前后队友之间的互相帮助，这很重要。再来，周经理要培养巴基斯坦挑战当季爬世界第2高峰乔吉里峰，伊要伫零下70度爬这座真困难的关山。这是世界第1届有女性挑战，也是台湾第1届伫当季挑战乔吉里峰。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南坡火车伫去年底因为铁路电气化了后，通车了后就不搁再驶路。经过这10个月征收，南坡火车今仔日搁再重新出现啊！车厢内面的电风、车皮椅啊，拢保留掉的。去到南回铁路有机会坐到，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
载着真侪人回忆的代替拿批火车又搁出现伫崩了车头啊！除了车厢外观重新喷漆，改回上原始的蓝色，车厢内底代替保留拿批火车的特色，会当拍开的窗仔、车顶的电风，还阁有青色的椅仔甲吊环，真侪设备因为已经找无零件，有的爱靠手工打造。 从骨架开始，连这些全部都是重新贴皮、重新做的。这蓝皮解忧号13辆车厢里面，它一共分为5种那我们就座椅形式，它就有3种所以来这边的很多的细节你经过导览以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南坡火车是目前代替主线上老、算阿公级的火车，经过旅行社的包装，除了有专人解说。 拍开窗仔，就会当欣赏海景甲山景，佮安排伫南回线一寡小站暂停参观。专家嘛建议，未来南回火车的路线会当搁较济。走完的南回，接下来可以走花东。花东是走入台湾花东纵谷的田园交响曲，甚至也可以考虑未来旧山线。即马南回火车合作改优化观光列车，18重新开车，逐工一个车帮对枋寮到台东往回。业者表示，目前已经有3000多人订票，想要来坐这帮古早味的火车去旅行。记者邓家文、罗维做屏东报道。 高雄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也引起消防安全记录。高雄市这3天内就开闸34栋无管理委员会旧大楼，其中有23栋大楼安全通道有物件顶掉咧。相关单位今仔日也甲一寡违规作风拆掉，一个物件清走，也因为可能是拄发生火灾尔，真侪徛家拢愿意配合。换句话说。 有这个烟囱效应的时候，这个就很容易起火燃烧。高木警警员摕着马路瓦向茶帮壁讲，准备将壁拆掉，因为这道美尼亚帮壁除了它会烧起来，伊也计开楼梯经走廊甲楼梯，影响造成高雄3天内起闸34栋30年以上无管委会的老旧复合式大楼，其中23栋都向通道受影响，有危险性。政府准备10天内依法强制清除。它施设的一些隔间，换句话说，影响到逃生动线的这个顺畅的，在这一次是主要要排除、要辅导的项目。城中城大火烧出老旧大楼无管委会造成的管理问题，政府这几天积极介入，18安排大批人力，要将大楼内挡住安全梯，也是逃生通道的杂物甲疏设切门，全部清除，确保消防安全。对各界质疑过去唔做，今麦才做，郭天贵表示会成立调查小组，亲自调查行政疏失，大部分的住户认为非常时期，这会当接受。是大家配合的都还不错啦，只是少部分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们的东西什么样之类的，为什么把我们丢掉之类的。这种东西造成，如果你没有事先去了解说逃生路线的话，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去受到生命的危险。工作人员无用将黑暗地下室内的废弃建材清走。第一天，强制白拆7栋大楼，有部分已经是半废弃状态。对于无管委会阁欠自我管理的老旧大楼，高雄市府表示，研议以自治条例方式加强旧大楼的行政管理，也呼吁中央尽速修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看线，咱来看到桃园区。桃园市的消防局今仔日也针对着已经起42年的这个中立第一商业大楼，也就是财新大楼进行火灾抢救演练。2楼乌烟冲出来，窗仔门边阁有民众咧喊救命。中立火车头边矗立42年的中立第一商业大楼，也就是一般讲的财新大楼，因为民众食薰无细而来引起大火，消防人员来到现场了后，佮随做疏救甲灭火，嘛成立大量伤患处理站来做伤检甲分类后送。针对今天的一个演练，我们有出动云梯车针对高层的部分来做人命的抢救跟人员的一个疏散还有火灾的一个抢救。因为今年6月中华交友大楼，10月高雄盐埕区城中城的复合型大楼，前后来发生大火，造成人员伤亡真严重。桃园市消防局第2大队特别警伫个财新大楼来做火灾抢救的演练。强化事故发生的时阵，场所的应变力甲消防人员来到火场的抢救能力，安尼通互火灾的损失降低到上低。常常都会有一些那个流浪汉跑进来嘛，真的很危险啊。
那就是希望可以都更的话，绝对会有顾虑啊，对，但是又没有地方去住啦，哎呀，只有这里啊。当然希望能够政府能够出面主导，然后让他赶快都市更新。财新大楼算是真旧的建筑大楼，伫现场还佫有真侪单位、游艺场、异国餐厅、宾馆、旅馆这些较复杂的所在。大楼店家甲住民对老旧大楼的安全嘛有要疑，嘛希望讲政府会当出面来主导途径，唔通互城中城大火遗憾的代志佫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彰化铁路病院，目前是彰化的关键古迹。2018年完成修复了后，经过文资审计的审查，通过再利用计划，甲这个铁路病院经营做日照中心。彰化县文化局表示，这个保护分子是无限定用途的，不过经营团队就要送资料来审查确认管理甲维护，若准会当达到这个活化的目标，就是会使咯。今日彰化关键古迹铁路病院亲像也今日施工隧道。它有那个卡榫，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卡榫？然后它是这样子做气窗。铁路病院的前身是日本时期的高级住家高冰具，幼稚的头仔架甲厝顶的娘条，插一个迎宾腿。配搭西石仔壁面，也可当看出当年的社花。2011年指定为关键古迹，修复完工了后，将规划经营，打造成做日照中心。希望跳脱以前古迹的旧有的氛围，我们希望跟长照做结合，然后跟轻盈做共创。我们希望把这一栋建筑体打造一个全龄的创生基地。目前1楼除了规划电影空间，也导入当地小农的产品。另外，还有独立册店。2楼是规划做长辈的日照场域，做日照护工作，甲电影社区创新连接。不过，这款的想法，幕后参与抢救的文书团体真歹接受。营利事业单位，它未来的走向就也是回不去了。希望留下来，就是能够过去的历史还有未来的发展可以共存。古迹修复了后，刷加做日照中心，一度防积极无相当，甚至烦恼加做盈利抗拒。彰化县文化局表示，只要提出妥善的管理维护计划，提出各利用计划书，讨论通过就当执行。我们没有非常限制说你一定可以做什么或者不可以做什么哈。古迹跟绿建，它当初提的再利用计划书不是不可动的，会因为这个经营者他的想法。那我们会去检视它原本的再利用计划书项目有没有符合。文化局强调，在无损害古迹建筑的前提，活化并不是只会当限制在文化事业，也希望加深在地连接。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溪口伫2018年捌做过庙口文化调查，发现讲伫较早溪口的14个钟头内面，捌有23个武馆，甲台湾的武术历史是有正深的牵连。乡公所开3档时间，替溪口的武馆翕纪录片，希望会当保存在地特有文化。溪口乡公所请人甲西镇演练的过程翕落来，希望记录在地武馆文化。希望讲这纪录片会当讲下个事实了解讲，这些无人教，咱下个会当看这纪录片来学。川呢，要有这款武术的文化，会当佮继续甲延传落。有这届纪录片规划过因特博士讲，因伫调查的时阵，发现溪口的武馆文化传统佮多元，甚至伫台湾武术历史的发展，嘛有正重要的地位。布给这个系统，那么在溪口得到一个很强烈的佐证。那这一个不佳的这种武馆系统，实际上它也就是影响了我们一般所熟知的西罗七欠。因为这边人口老化，然后年轻学子都外流，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文化保存之后，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化能够推广到我们的学校。阮这聚会啦，我拢感觉讲这紧慢的动静，对这个我拢感觉讲真可惜。乡公所表示，目前乡内武馆各有10间，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学的人愈来愈少。透过3年的时间来拍这支纪录片，毋但希望保存传统的文化，嘛希望会当予熟悉认捌在地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今年，文化部甲台湾的织布老师柯春美来做是人间国宝。柯春美老师伊坚持用上届传统的织布方式，但伊最近也出一本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
整理一条一条的线，是台湾传统织布重要的一步。古早人搁特别编一首歌，只要会晓唱歌，就唔惊袂记哩安怎照步来织布。即马若唱歌、若织布的这位女士，就是屏东来义织布的工艺师卢美阳巴索克柯春美。伊今年互文化部列作是人间国宝。即马搁整理部落的织布的技术甲图文，出版做册。40多种的那个织纹，是把台湾族讲的故事，是表现在织纹上的字。今天出了这一本书，它真的把这个排湾族的织布文化，还有古谣哈，还有相关的这一些，它整个用口述哈把它记录下来。来自古老部落的柯春美是怎么弄，也就是台湾传统织布这项重要技术的保存者。伊毋但坚持使用地基来织布，佮出版做册，内底有教证人传统织布的基本知识，佮记录40种织布的方法，用族语写出名词，用中文甲详细的动作图来解说。透过传统织布的教学，也通理解台湾丰富的文化故事甲部落的规则。我是希望可以看的做依据来学习、来传承。这从书里面就可以织出我们传统的织纹。柯春美也时常开课程，亲身教课，推动台湾传统织布的技术。伊也望透过这寡课程和出册，让大家对台湾的文化更加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小脑萎缩症是一种真罕见的疾病。小脑萎缩症协会最近伫放假北皮寮历史街区举办活动，提出病友艺术创作到一个礼拜，嘛设置体验区。病友甲家属伫今年要成立一个剧团，演出患者的心声，希望外界会当更加理解这个疾病。4、2、3、4、5、6、7。志刚家属组成徛歌7字剧团，甲改编自真人故事的舞台剧，演出小脑萎缩症病人的艰苦。这届头摆表演，未来嘛按算伫学校安排演出。利用辅具的方式，让参与体验者无法行动、无法言语，去渐渐去了解到。这些小脑萎缩症的患者，他们自己的身心灵在整个的状况是如何的进行的？因为患者行路亲像徛歌，甲数字7字话音，社团法人中华小脑萎缩症病友协会就甲7月初2加做代表日。进前因为疫情，才甲这项徛歌7字技术疾病体验展演到大。现场除了有体验区，嘛有技术作品等等，互外界熟悉罕见疾病。每个人可能他选择性他会用比较大支的画笔，有人用小支的画笔，有人因为他手协调性不够，他会用挥洒的，有的会用点的方式来展现他们心中的感觉啦。这些作品拢是患者用几若档画出来的，会伫艋舺北皮寮的历史街区办到2年，成立已经满20档的协会，嘛特别发行徛歌、悠卡等等奇卖，希望外界通支持。记者电话问题徐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1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